中国快艇伫金门并船事件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日召开委会，也有立法会官员进行专案报告。不过，调解立委说，针对着庭事发言的顺序去冤家，害这期会议呢是前半点钟。国民党团也不满这海巡署甲报告标题对金门弄船案件改做是处理中国快艇事故。海委会主委关碧玲是强调，这件事故起因就是要掠无准名、无证书、无登记的非法渔船。当家不闹事，我们要开会。开始质询进程，那立委先伫主席台客座一堆，为定数发言顺序大声争论20分钟，因为海顺序将报告标题由金门弄船案改做处理第6级快艇事故案，引起国民党团不满。不过海委会主委关碧玲又认定了这个事故起因是处理中国违法三无准。这是一个三无船舶越界捕鱼。海巡署执法案件，谢谢主委，您的时间已经到了。今天的专案报告，其实呢，我们只看到6页，实在是让招委还有在场的委员们有一点叹息。海巡署备询的是讲，全部名称涉及责任归属，会影响后手双方谈判，所以有所坚持。也头一摆对外讲出司法状况，指出迄当时中国船只高速正法被查缉，佮配当不良操作不当造成标准，强调海巡绝对无调岗弄局，佮较全力救援。因为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责任的归属。他说你们自己都这样讲，那你怎么能怪我们？怎么可能没有雷达的航机跟影像？所以刚刚的这些资料全部都交给检调了。那如果是他讲的高速这样子垂直撞到他，那他是早就应该退掉了，他早退掉了。海巡署甲中国代表团已经进行15摆协商，有缘无共识。传出中国要要求咱国海巡人员到中国接受讯问，就美国证实这件代志，也毋过表示伫沟通了后已经化解，咱国也会做好护士，也毋过立委也积极，海巡安怎特别出这块影像？当天我们密录器是够用的哈，但是当天这艘船它本身的配备就是一个 V8。海巡兄弟们到底现在有没有1人1台的密录器供他们执行做使用？目前不是这样配备。好，目前不是这样配备。那不是这样配备的话，其实我认为这就有行政上的。关碧玲回应未来会调向一人配备一台密录器改进，对于设备补助的问题，也规划开2150万，买平均一台大约7000的台制密录器。那立法院公防也有插曲高金数媒，再去公开关碧玲的回息的信息，内容讲到海巡有真侪关注民动人，洪改头想要用原名升迁，高华更改全部名称，关碧玲服务人也公开向高金回息的，高金表达接受，一直讲完成全部厘清真相，这是当前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